各位馬迷朋友，你哋好啊！歡迎嚟到重錘灣賽馬攻略頻道，我係你嘅節目主持重錘灣。2026年3月22日星期日，沙田會上演10場嘅草地賽事，草地會採用全闊 A 跑道嘅。今期踏第56期嘅賽事，注意翻頭場開跑時間係下午1點鐘。咁呢條片呢，就係第4條片㗎啦。王牌節目第4口馬 T 嘅場次分別會剖析第7場4歲香港打比大賽另外第8場3班草地1800米嘅賽事。咁嚟緊啦，星期日呢，第1口馬 T 會有35萬嘅多寶，第5口會有50萬嘅多寶，六環賽會有100萬嘅多寶。另外第7場即係香港打比大賽4連環同埋4重彩分別會有200萬嘅多寶㗎，咁好值得大家投注㗎。咁跑馬之前啦，亦都希望大家關注我嘅重錘灣賽馬攻略嘅 WhatsApp 群組啦，裏面係全部一律免費㗎，會有我嘅數據表以及嘅賽前分析啦、心水表，咁全部都係沒有廣告，免費提供嘅。咁有興趣嘅朋友仔不妨 WhatsApp 我96106750 96106750裏邊呢，咁你只要留低你個稱呼啦，咁我就會免費 WhatsApp 送你入去㗎啦。如果覺得我講得好嘅，或者我啲數據表、賽前分析或者心水幫到手嘅，幫到大家贏錢嘅，不妨打賞下小弟可以PayMe、支付寶、微信支付以及轉數快俾我，無任歡迎㗎。轉數快電話係6254835862548358，我姓梁嘅，衷心感激大家嘅支持事不宜遲啦，4歲大賽4歲功名一生一次出馬14匹嘅 full booking 㗎啦。咁賽前個焦點好多聚焦喺1號嘅小鳥天堂、2號嘅數字天文3號嘅紫荊盛世5號嘅白鹿金剛。咁另外仲有邊線較為少少嘅6號嘅標誌宇宙及以及話題性十足13號嘅紫荊傳令身上呢場馬勢均力敵㗎。過往嚟講4歲大賽通常有1-2匹馬係聚焦㗎，但係今屆嘅賽事相當特別之前頭2關嘅4歲大賽一哩以及經典杯分別由6匹馬包辦3甲嘅名次反映到個賽事水準個馬匹個實力相當之緊湊只要有少少跑錯或者檔位形勢不利嘅時候步速形勢不利就會有唔同嘅賽果㗎啦。冇一匹馬有壓倒性嘅優勢反映到呢場水準相當平均㗎。咁今次去到2000米賽前得2匹馬跑過呢個路程而且得1匹馬贏過冠軍就係數字天文㗎。咁段快都唔斷㗎，佢有級數，可惜今次畢咗13檔咁其餘嘅馬匹冇跑過呢個路程，不過外地紫荊傳令跑過1993米亦都入過 Q 嘅，呢匹馬都有長力嘅根據嘅。咁綜合嚟講其實就大混戰，好多匹馬都係要靠短途個賽事加個分上嚟嘅。最高分係103分，最低分係76分咁但係上一場嘅經典杯竟然有一匹全場最低分嘅馬紫荊盛世爆冷得手㗎。咁佢係76分贏馬嘅。咁佢而家加到上嚟98分㗎啦，贏咗嗰場之後，咁反映到上一場以最低分嘅名次蝕榜蝕到盡嘅情況之下，仍然可以輕鬆擊敗對手，反映就係話啲高分馬嘅實力唔係壓倒性㗎，咁所以呢場馬好均勢，好均勢咁呢啲賽前嘅聚焦馬匹話庭40入足啦，但係我通通都唔係呢啲馬，我揀一匹潛龍伏虎執住個靚檔嘅。咁呢場馬個檔位形勢相當重要㗎。先睇檔位形勢先，個檔位上邊9檔、12檔、8檔呢啲中門檔位係比較差啲㗎，以及13檔都係比較差啲啦。9檔直情近3季17隻全部輸晒㗎。相反啲中內檔1、2、3檔成績唔錯㗎。1檔有11% win， 22% pay 啦；2檔會有17% win， 44% 入 pay咁另外3檔會有22% 入win， 另外28% 入 pay個成功率都相當高㗎。咁
內檔咧都有顯然嘅優勢㗎，咁啊反而中檔啦、中外檔咧就唔係咁有利嘅，咁啊嗰個檔位嘅形勢咧相當緊要㗎。我首選嘅馬膽係半冷門嚇，線路比較獨立嘅，咁話題性咧唔係咁足夠，有啲咧掩人耳目、潛龍伏虎嘅味道啊，潛咗喺度啊，唔俾你睇嘅，而且佢係有實力嘅馬匹，9號喜尊龍啊。嗱，相對嚟講，大家都要估個長力㗎啦。既然大家都要估，我不如估匹咧有檔位形勢、有爆炸力馬匹兼及有級數嘅，咁啊希望咧借住個檔位，只要打得開望空衝刺就冇問題㗎啦。呢場馬有快步速啊，對於後上嘅短途馬咧唔係咁有利啊。譬如1號嘅小鳥天堂啦，呢啲未必夠氣啦。另外咧快步速受害者嗰隻咧進銳勝人生咧，都係要靠啲慢步少少步速，太快佢會有喘鳴症嘅復發啦。咁另外咧由短途贏上嚟嗰啲咧，白鹿金剛啊、會當凌啊、至尊高超啊、至尊貴寶呢啲全部要考氣量㗎，對佢嚟講咧有一定壓力。咁咧我揀一匹內檔，希望慳埋抒情有啲級數嘅馬匹，而咧有爆炸力嘅，近期咧越跑越好啊！就係9號嘅喜尊龍啦，今次會賺到一檔㗎，一檔幫到好手㗎。咁同埋咧艾少禮最近大殺四喜啦嚇，手風極順㗎，贏親都3、4場頭馬㗎，一早咧就已經 mark 實呢匹馬咧好想同佢跑㗎啦！呢隻喜尊龍啊，上2場咧失諸交臂咗啊，就係呢個出閘情況唔好，今次賽前已經出閘咧會已經做好咗㗎啦。呢隻9號嘅喜尊龍嚟自咧蘇偉賢馬房啊，配上艾少禮126磅一檔啊，87分，榜嚟4歲嘅澳洲自購新馬嚟㗎。呢匹馬咧準成中見進步啊！嗱，先睇血統嗰個長力上面啦，佢未跑過2000米嘅，最長跑1600啦，其實都好準㗎，最準成就1400米嘅。艾少禮同埋蘇偉賢今季合作咧唔算太多，14隻2冠2亞1季成績。嗱，血統上面爸爸咧出自咧比亞路嗰邊中距離馬啦，媽媽嚟自咧 Telerosa 㗎。咁媽媽嗰邊啦有奇武啦，嗰個媽媽嘅媽媽啦就係6勝1600至2000米㗎，有足夠嘅長力嘅。上代咧亦都有啲成員咧贏到上2100㗎，一級賽嘅曲克船長錦標㗎。咁1里以上佢係冇問題㗎。咁呢匹馬咧有啲級數啦。點解講有級數？我哋睇睇個賽績啦。上場就係輸俾桃花開啊！嗱，桃花開咧係一匹咧一班嘅馬匹嚟㗎，再出已經贏馬，贏到嗰隻至尊貴寶冇得跑㗎。咁至尊貴寶今場咧都係同場對手啦。其實咧佢今季表現已經係好穩定啦。再喺較早時期咧已經硬撼小鳥天堂啊！當其時244場次跑第2嘅啫。佢要孭住135磅，同咧小鳥天堂咧打到一兵一卒㗎，只係輸1個馬位嘅啫。小鳥天堂而家大熱門，喜尊龍而家10幾倍，你冇搏邊隻啊？我搏喜尊龍啦，大家差唔多馬嘅啫。佢跑1分22秒12啊，同標準時間咧爭咗少少，但係佢贏嘅對手確好勁啊，哥倫布啊，一身好彩啊，呢啲全部都唔係簡單嘅對手嚟㗎。咁呢場馬已經咧有啲咧單打獨鬥、賽績優秀嘅味道㗎啦。之後小鳥天堂已經贏1里錦標㗎啦，喜尊龍咧仲係咧好辛苦咧喺下面咧游緊上嚟啊！不過呢匹馬咧經常咧失諸交臂，希望今次咧打得開咧佢有機會㗎啦。睇睇點跑啊！喜尊龍10檔，佢今次咧走住個大外碟㗎。輸俾小鳥天堂啊！喜尊龍6色3嘅，出閘唔算太快，呢隻馬咧已經係越跑咧越立腳㗎啦，一定要真情啊！前面放頭咧見到個粉紫色衫嗰隻咧就係小鳥天堂啦，裏面有開心5月啊，中間有隻哥倫布啊，沿途4碟嘉應奇兵啊，第5位咧就係勁呢隻咧確好勁嚟㗎，再後少少鬥智波啊，準輝煌而家咧留守喺咧較後位置啦，嗰隻喜尊龍啦，就係咧外碟㗎，沿途走3碟㗎，而家數咗上嚟咧，大概第7位到啦，拍住隻準輝煌㗎，前面方頭啦，嘉應奇兵啊，第2位小鳥天堂，第3位確好勁，第4係哥倫布，第5開心5月啊，跟住沿途走3碟喜尊龍啊，再後少少咧就準輝煌啊，鬥智波啊，再後少少咧遙遙日上啊嗰啲馬喺後邊㗎啦，前面方頭咧仲有一匹啦。
嘉應奇兵啊，第2位係小鳥天堂啊，第3係確好勁啊，第4咧裏邊咧要隊啦，開心5月中間哥倫布啊，走3碟咧就喜尊龍啊，一齊慢步速鬥冚噶啦，呢度135磅咧開始拍到上嚟啊，右手邊咧綠色衫紅色袖嗰隻咧就係喜尊龍啦，裏邊咧有隻嘉應奇兵散咗咯，中間咧就小鳥天堂突圍而出啊，仲有咧確好勁啊，咁啊後面咧仲有啲喜尊龍啊，但係外檔嘅鬥智波同埋咧準輝煌啊，呢度咧走甩咗啦，135磅小鳥天堂啦，潘頓啊醒目啦，後追上嚟咧喜尊龍啊，外面仲有隻咧準輝煌啊，裏面仲有隻確好勁啊，呢度啦單打獨鬥啦，咁啊輕鬆贏馬小鳥天堂啊，第2位喜尊龍啊，第3咧就係呢匹準輝煌啦，裏邊咧仲有隻咧鬥智波啊，同埋確好勁啊，同埋咧嗰隻咧哥倫布嚟噶。咁呢度咧喜尊龍啦，孭住155磅啦，蝕咗個步速，蝕埋個外跌，沿途走3跌不離地啦，咁俾隻小鳥天堂走甩咧，已經係算唔錯噶啦。咁小鳥天堂咧贏1個馬位，順利贏馬嘅，咁啊即刻加分啦。咁喜尊龍咧已經係唔錯噶咯喎，佢跑咧23秒34啊，全場第4快嘅末段時間㗎，追得前甚多㗎。咁呢匹馬咧逐步咁進步，佢唔係一下子進步嘅嚇。跑完呢場之後咧，再出跑1400米啊。咁啊跑場1600米就對住咧瑞盛人生㗎，當其時艾少禮跑嘅，不過咧佢受咗一個窄位啊，望唔到空啦嗱。你可以見到啦，喺200米處一個短嘅路程上面受困而未能望空㗎，有少少咧錯失咗機會㗎。睇睇點跑啦，呢場馬咧排住個7檔嘅艾少禮跑嘅，當時對住瑞盛人生、太陽勇士擊敗咧潮州精神啊呢啲唔錯1400米嘅好手，佢跑1分34秒42嘅，慢咗標準時間咧接近啦0.1秒到嘅啫。睇睇點跑啦，喜尊龍7檔，咁啊出閘唔算太慢㗎。呢匹咧中式嘅馬匹咧都幾深色嘅喎，前面方頭啊就係神驅系嘅馬啦，咁啊中間瑞盛人生啦，白衫嗰隻，咁裏邊咧有一匹咧叫做太陽勇士啊，咁啊再後少少，而家咧尾3位置8號仔綠色衫紅色袖咧就係喜尊龍啦，沿途走3碟㗎，呢度幾蝕位嘅，咁啊前面放頭一對啦，有隻裏邊咧就太陽勇士啦，第3位咧就瑞盛人生，裏邊咧第4位係風將啊，再後少少啦，有啲咧就係平凡騎士啊，尾4位置咧喜尊龍啊，咁啊尾3咧就係話你知啊，包尾係潮州精神嚟噶，頭馬到尾馬大概咧6-7個馬位到啦，放頭咧唔算太快啊，呢段咧24秒35嚟噶，放得幾慢噶，咁啊第2位係太陽勇士開到上嚟咯喎，中間第3位係風將啦，第4係瑞盛人生，出面咧有隻啦勁進輝煌嚟㗎，咁呢度咧沿途走3碟嗰隻喜尊龍啦，4碟就係潮州精神㗎，裏邊仲有隻平凡騎士同埋話你知啊，前面咧慢步速啊同人鬥爆㗎啦，呢度咧就太陽勇士已經擒到上嚟㗎咯，紅帽呢隻，咁啊出面咧有隻咧瑞盛人生潘頓仔啊醒目啦，一早就冚住你先嚇，嗰隻平凡騎士啊出唔到嚟啦，再後少少啦打困籠啊，咁啊就係喜尊龍咧仲喺隻馬嘅 pat 咧揾位啊，外邊冚到上嚟咧有一隻潮州精神啊，呢度咧喜尊龍咧又要轉位再喺出面衝啊！末段時間扯翻快㗎，23秒08，全場第1快嘅末段時間追翻個第3啊！前面走甩咗瑞盛人生，第2位太陽勇士，第3係喜尊龍，第4咧就係潮州精神啦。咁呢度咧佢連番受困，兼夾遇上慢步速，又韞死咗，又要揾位兜翻嚟衝，有個第3已經相當之唔錯㗎啦。咁瑞盛人生當其時唔喘名咧就贏馬嘅。但係喘名咧就乜都冇㗎啦。第2係太陽勇士，太到陽勇士咧贏2班㗎。咁喜尊龍咧當其時咧80分啦，跑場呢場咧3班嘅馬啦，咁就比較辛苦啲。咁啊當其時121磅㗎，佢受困㗎。咁跑完嗰場咧就跑4歲1哩賽㗎啦。嗱4歲1哩賽佢又再塞車啊，就係喺401場次啊，當其時幾人安跑啊，排住2檔出閘笨絕失地，然後翻嚟後追甚多啊。不過咧失地完之後入到直路咧，喺150米處咧受到干擾㗎，俾隻美麗星神咧向內咧打咗入去啊，就直情咧夾咗埋去㗎，咁完全咧冇晒步韻啊，跑第5嘅啫，輸3又4分1馬位，當其時就對住咧晒欄小鳥天堂，如果唔會俾人夾咧，我相信有3甲位置㗎，已經係好接近㗎，佢有能力挑戰咧前3名位置㗎。睇睇喜尊龍點樣失諸交臂啊，又出閘回慢，有啲意外，兼夾喺直路又俾人干擾到，先會冇咗個披嘅啫。睇睇點跑啦〜
一出閘二檔嘅，一出閘就慢咗少少啊！裏面嗰隻咧威利金箭嚟㗎，灰色馬仔，而家包尾位置啦63紅袖嗰隻咧就起尊龍啊，黑色啲馬仔㗎，前面方頭神區係嘅馬啦，咁出邊有隻美麗星辰嚟㗎，大外檔咧嗰隻瑞盛人生賣唔到嚟就輸㗎啦，裏邊咧有隻咧就係呢隻星幻同埋天星貼欄流到彈下嗰隻咧威利飛金箭嚟㗎，中間有啲晒冷嗰啲咧就翠紅唔夠氣啦，咁而家咧攝喺內欄位置大概咧喺尾7位置啦，中間位置綠色衫啦，對下嗰隻咧拍住隻晒冷嗰隻就係起尊龍啦，綠色衫呢隻咁再後少少翠紅小鳥天堂風將尾3位置標誌宇宙咁再後少少白鹿金剛咧，同埋嗰隻咧線路滿貫嚟㗎，頭馬到尾馬大概8個馬位縮埋一嚿頭兩段都比較慢啲前面方頭神區係嘅馬啦，第2位咧就係美麗星辰，第3外碟3碟星環裏面有隻威利金箭啦，中間有隻天星啦，再後少少咧瑞盛人生中間晒冷內欄扼實咧就係起尊龍啦，再後少少小鳥天堂嗰啲馬喺盒裏面等位㗎啦，前面方頭開始咧帶嚟咧率先發圍美麗星辰中間灰色馬仔撞嚟撞去就威利金箭咁等位啦，起尊龍左撞右撞咧都拱唔到個位出嚟一路咧打住左手邊嗰隻天星咧封住佢內欄咧仲有隻起尊龍就開始打入去啦，咁呢度咧美麗星辰一閂就閂咗佢個位，咁成隻抽起咗嘅起尊龍，外面佢如飛殺上咧就係小鳥天堂同埋咧隻晒冷咁再衝翻上嚟咧起尊龍咧已經失咗個步韻跑第5嘅啫。外邊一衝而過壓縮咗個爆炸力咧就係小鳥天堂第2位咧就係咧短途一隻晒冷啦，第3咧就係咧呢匹美麗星辰夾到㗎，佢係受咗㗎，咁阻人第4咧就瑞盛人生，第5就起尊龍啦。呢度咧如果唔受咗咧起尊龍肯定咧起碼有第3㗎，咁壓縮咗個爆炸力啦，所以咧小鳥天堂咧係要靠啲中等偏慢嘅步速，咁佢有一段強勁嘅末段爆炸力，跑慣短途就啱㗎啦，等同咧晒冷一樣跑短途係適合嘅。起尊龍咧呢啲大步馬匹需要望空㗎，佢喺直路上面俾人閂一閂咧，咁亦都咧失去咗個步韻㗎啦。咁唔好忘記啦，佢呢場馬咧都擊敗咧唔少同組嘅對手㗎喎。包括咧白鹿金剛標誌宇宙呢啲馬咧一樣俾佢擊敗㗎，仲有啲咧翠紅咁樣，前面嗰隻咧放頭一隻智勝神區嚟嘅喎，咁起尊龍咧跑1分33秒82，時間咧都唔錯㗎，亦都係快過標準時間嘅。咁當時排住2檔啦，佢起步失地啦，咁直路又俾人夾啦，多重意外跑第5已經相當唔錯啦。佢就唔選擇跑1800米經典杯，佢就跑場咧馬連杯449場次對住個對手桃花開排住1檔嘅，買冇買到2倍嘅啫，咁僅僅咧又係咧有塞車嘅情況出閘僅屬一般，接近300米處，永遠美麗同埋包裝知識、包裝福星之間咧擠迫難以望空咁咧又係打困籠咁斜跑之後咧修正咗之後咧，紀仁安喺200米至100米處咧右邊嘅韁繩脫手扭咁舊又受阻又被困兼夾又韁繩脫手。卒之咧買滿撻埋個 win 輸俾桃花開佢跑22秒34全場第2快嘅末段時間㗎。今次換人就換個旺人，換晒艾少禮上場輸俾鍾易禮嘅桃花開再出再贏咁對手極強㗎，佢贏一場咧2班嘅賽事501場次擊敗咧一起美麗段快都贏所以咧桃花開係堅嘅。起尊龍都係堅嘅，佢有權咧擊敗對手㗎。睇睇呢場馬449場次點跑兩匹馬雙彈甩至尊貴組接近2又半個馬位至尊貴組埋都埋唔到身呢隻起尊龍高佢好多㗎。睇睇點跑起步一檔一出閘又慢咗啦，已經輸咗2個馬位㗎啦。希望今次出閘唔好咁慢前面方頭隻遨遊冇事嚟㗎。第2位係包裝福星啦，之後咧第3位內欄嗰隻咧太陽勇士第4位跑唔翻永遠美麗，中間隻安裕咁大概第6位咧就係桃花開，第7位咧尾4位置63紅袖11號仔起尊龍尾3華麗再勝啦，再後少少咧尾2就精英紅心包尾咧嗰隻咧貼實欄至尊貴寶頭馬尾馬大概咧6個馬位度啦，前面放頭唔係太快，24秒7慢步速嚟㗎。遨遊冇事率先放頭，第2位係永遠美麗，第3係太陽勇士第4係包裝福星，第5內欄扼實起尊龍沿途走3碟安裕尾4位置桃花開，尾3咧就華麗再勝呢
尾二咧就係至尊貴寶，包尾咧就係精英雄心啊。第二段都係慢㗎啦，23秒02啊，無憂無事率先帶入直路啊，帶住咧永遠美麗啊。第二位咧就走二碟啦，三碟咧嗰隻咧包裝福星，內欄有隻太陽勇士，起尊龍開始出嚟二碟啦，三碟嗰隻咧桃花開，四碟嗰隻安裕啊。咁呢度咧起尊龍咧冇出去喎，望唔到空啊，跟住隻永遠美麗冇乜運行啦。嗰隻包裝福星咧就封佢位啊，外邊如取如攜咧嗰隻咧就係桃花開啊。呢度再賺翻開啊，起尊龍啊打翻去右手邊咧打出嚟㗎啦。咁呢度全面望空，不過出面嗰隻咧衝順晒啦，桃花開啊。呢度單打獨鬥啦，桃花開鬥隻咧起尊龍嘅韁繩咧有少少鬆啊。呢度單打獨鬥壓上壓落一之下一制咧。桃花開率先個終點，第二係起尊龍，第三咧就係至尊貴寶，第四係包裝福星。呢度咧已經係奮力衝刺㗎啦，不過咧紀仁安有啲甩韁繩啊，右邊嘅韁繩脫咗手啊，咁呢度咧個韁繩鬆鬼晒之下咧，僅輸個短頭啊，又一次搏殺失手啦。不過咧嗰個姿態好好㗎，咁桃花開再出再贏啦，足證咧嗰個能力咧相當高㗎，贏到嗰隻至尊貴寶冇得跑啊，啲包裝福星啊、太陽勇士再出再贏㗎，太陽勇士仲有啲精英重心都唔曳嘅對手嚟㗎。咁起尊龍咧，我都幾肯定咧，佢足夠嘅長力㗎。呢匹馬嘅鬥心好好啦，好大隻㗎，1100磅左右咧，跑啲中距離最適合㗎啦。準成中見進步㗎。呢場馬咧前慢後快㗎，好難追㗎。末段再扯翻快0.53秒啊，前慢後快咧要加速嚟講咧係有一段唔錯嘅灌注力先可以㗎。尾後嘅末段兩段咧跑出咧45秒半嘅時間咧係不過不失㗎啦。咁呢次咧跑2000，佢縮埋喺個內欄咧，佢會賺晒嘅。只要有快步速，呢場應該確保有步速㗎。嗰啲數字天文咧都唔會慢㗎啦。會當凌啊、至尊高超都喺前面走啊，仲有一匹咧幸運派彩都會走前㗎啦，一定超。呢啲馬唔走前都係冇用㗎。可能就紫荊傳令咧都可能蝕喺內欄較後位置啦，可能等嘅時機啦。相反咧，起尊龍可以守咧4至6位跑。如果守到4至6位，直路打得開，有機會把一段唔錯嘅衝刺能力㗎。呢匹馬咧叫虎馬嚟㗎。神操紀錄上面啦，距離上場賽後計分31日再出賽，距離上場賽後計分1日就復課。大概1個月裏面咧操翻4課，全部一跳2段㗎。3月10號操翻一課咧泥地嘅。試閘個試閘咧都幾好睇㗎，確保咧唔會太慢出閘啦。我哋又睇到試閘啊，同組試閘會有黃金風速至尊貴寶同埋咧紫荊傳令㗎。我哋睇睇呢隻咧起尊龍點跑啊，排住3檔嘅3檔綠色衫比較易認㗎。出閘唔會太慢就可以㗎啦。一出閘平敗而出㗎，佢出閘係冇問題㗎。前面方頭黃昏風速第二位咧就係呢匹紫荊傳令裏面有隻至尊貴寶包尾嗰隻咧起尊龍呢度咧匹馬你見到個 pat pat 咧幾大隻㗎已經咧灌注晒能力㗎啦。已經係大熟大勇㗎啦，去到咧差唔多9分10分嘅水平啦。速銳一擊，你匹馬咧見到咧騎師咧拉住咧都口抹抹㗎啦，都好肯走㗎。前面方頭黃金風速第二位咧就係紫荊傳令第三係至尊貴寶，包尾嗰隻咧起尊龍咁呢度咧留後留佢教個口咧唔好太急跑2000米咧太過搶口咧係唔好嘅，所以咧留喺後邊咧會比較舒適啲。前面方頭黃金風速做一個電套啦，特登扣女咧帶嚟㗎，擺隻扣女喺度咧做一個電套幫手咧教馬啦。第二位咧就係紫荊傳令，第三係至尊高超，至尊呢個貴寶嚟㗎。第四位起尊龍呢度起尊龍咧，騎師開始俾兩步啦，開始有反應匹馬咧奮力衝刺㗎，入到直路自己即刻轉腳添㗎。前面方頭黃金風速第二位冚上嚟咧試閘嗰隻咧就係紫荊傳令都幾 fit 㗎。第三位咧就係至尊貴寶啦，包尾嗰隻咧就起尊龍呢度咧沿途拐住佢右腳㗎，仲未轉腳㗎。起尊龍轉入直路啦，咬住至尊貴寶咧嚟衝㗎啦。呢度咧的兩的已經轉咗佢㗎啦，出面嘅右手邊第一隻綠色衫嗰隻就係起尊龍啦。前面咧率先出頭啦，呢隻咧紫荊傳令立兩立嗰陣成已經打咗出嚟啦，贏嗰隻5班馬就叫黃金風出面上嚟至尊貴寶同埋咧開始俾少少呢匹咧嗰隻起尊龍轉咗腳之後咧奮力衝刺，相當大步㗎。呢隻起尊龍咧已經係上縮子彈㗎啦。呢個閘咧其實係好短嘅啫，1650米閘，其實咧就比較短啲，所以咧就
加上步速比較慢啲啦，所以直路上面咧一齊鬥衝嘅啫。咁黃金風速呢班5班馬啦，做電套嚟嘅啫。後邊嗰隻咧起專龍，你睇下末段嘅衝刺能力，去到衝去尾咧仍然咧都好大隻啦，亦都好灌注嘅速度。衝到尾嘅，比嗰啲咧紫荊傳令嗰啲咧更好噶。咁反映到個馬匹狀態咧進一步提升啊，吹到行晒噶啦。刻意馬房咧就試貨閘嘅用意十足噶啦。咁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31日啦，隔翻1日復課啦。3月18號艾少禮親試㗎，頭段28秒9，末段係24秒半㗎。艾少禮咧好重視，近3課全部一手包辦啊。3月21號富練馬師自己親踱步㗎，好重視㗎啦。呢匹咧1100磅嘅馬仔，好適合跑2000米。首選嘅馬膽，我用呢匹半冷門9號起專龍作為我馬膽嘅首選。單 Q 搏一搏經典煲民主3號紫荊盛世，上一場衝得幾勁嘅，連續3場衝得唔錯㗎啦。以前一場咧443場次贏隻靈燈，末段爆過21秒85極速時間上場又係蝕分兼夾蝕檔位形勢之下，贏嗰隻白路金光贏到冇得跑個進步幅度咧極大㗎。4歲仔仲有進步空間啦。班德禮同羅富全今季合作5冠1亞3季成績，最近班德禮手風極順㗎。禮匹馬1100米贏過，1600米贏過，我相信2000米都會到㗎。血統上面咧嚟自豪華房車㗎。爸爸出自灌木叢㗎，都有長力啦。媽媽都有個子咧贏2000同埋3200米㗎，有充足嘅長力，有強勁嘅爆炸力呢匹咧側身進步嘅馬匹咧，正在咧火速好鋭嘅火速上升㗎。操練記錄上面啦，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隔翻2日就復課，3個禮拜咧跳4課，全部都跳2段㗎。埋門3月16號拍隻遨遊波士3月19號拍咧最後快跳嘅，頭段32個6，末段26秒正4歲仔1200磅，夠晒大隻，係高班馬嘅貨色嚟嘅。有強勁嘅爆炸力，排住7檔，亦都相當好跑。上場咧個賽績係優勢嘅，贏嘅姿態係出色嘅，都冇可以挑剔㗎啦。而且咧係機會馬之一嚟嘅。羅富全最強嘅武器3號紫荊盛世單 Q 搏一搏搭隻起專龍啦，一拖3嘅 Q 腳拖翻2號嘅數字天文，唯一一匹咧贏過2000米嘅馬，有充足嘅長力，而且咧段快都冇問題嘅。曾經喺295場次擊敗天象龍區，天象龍區係同咩馬跑？同浪漫勇士跑嘅。295場次擊敗君子傳承，君子傳承再出2 win 佢跑2分09秒4係咧快表現時間0.76秒，前超快後快嘅，孭住119磅可以擊敗一班嘅對手，實力絕不簡單咁呢匹馬只係對翻4歲同齡馬咧係好強勁嘅。不過今次有少少問題就係咧排咗13檔，早段要用啲力如果咧末段咧長直路咧佢係有啲辛苦㗎。梁家俊同羅富全咧今個合作8冠8亞7季成績係馬房殺手，啱啱贏咗一隻咧日出東方㗎。呢隻馬跑一次贏一次嘅，外地咧嘅賽績都係跑大長途㗎，氣量十足㗎，跑到上2400都冇問題㗎，2000米係適中嘅。血統咧嚟自咧澳洲嗰邊啦，爸爸出自灌木叢啦，媽媽出自實標㗎。媽媽贏2000米㗎，所以2000米實到㗎呢馬。會有快步速啦，睇下13檔咧可以埋到嚟守咩位啦。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21日再出賽，距離上場賽後咧第2日游翻水，健康正常嘅。1200磅嘅馬仔操練夠㗎啦，有游水有踱步有快跳功夫嘅。梁家俊咧賽前親試3課㗎，好重視㗎。3月19號有最後快試，頭29秒4，末段24秒6㗎。賽績嚟講咧上場係放急咗嘅，好明顯做電套俾隻紫荊盛世入嚟啦，佢入嚟先可以夠分跑打比㗎嘛。上場就冇攻堅嘅，今次即係目標所在㗎啦。前仗又係擊敗咧競速威龍，贏啲咧舊馬賽事啦，佢亦都係段快咁贏嘅，1分46秒36，亦都快標時間0.74秒。前置嘅馬匹咧兼夾咧好均速力好強，係同程實力馬之一嚟嘅。一拖3嘅 Q 腳拖埋2號嘅數字天文都相當近㗎。
有一匹配腳就6號嘅標誌宇宙啦，準成中見進步啊！季初咧曾經有雙環紀錄，咁之後咧已經係全面性復甦㗎啦。今季只係跑咗3次，一冠1次第3，越跑越進步嘅。初出一役孭住135磅，364場次擊敗有熒光啊！咁咧賺咗快步速之下咧，負住重磅，仍然可以壓到對手，贏隻有熒光，表現幾好㗎，1分34秒53，亦都快邊嘅時間0.17秒，即係話佢3班係超嘅，上到嚟2班咧都夠齊。上場喺1800米用麥文堅跑埋13檔，走住個3碟，沿途不利之下咧，竟然跑過個 pace 極佳啊！前超快後快嘅，咁賺咗個快步速，不過佢都要跑末段23秒40啊！全場第3快嘅末段時間進步神速啊！佢跑贏咧數字天文啊、美麗星辰、幸運派賽事、廖天堂啊，都係今場嘅對手，絕對唔簡單。今次再收身上力，明顯咧嗰個馬身係再紮實啲啦，1270磅嘅馬仔咧已經撻着咗㗎啦。咁麥文堅同文家良今季合作7隻1冠2次第3嘅，操練紀錄上明顯加強㗎。佢哋上場賽後咧計翻1日就復課，佢哋上場賽後計翻21日再出賽，3個禮拜咧跳3課，全部都跳2段㗎。有2課嚟拍跳功夫啊，幾硬嘅啲功夫。3月18號咧，麥文堅親試啊，其實3課都係麥文堅試啊，當個仔咁湊啊。頭段29秒7，末段26秒7啊。標係嘅馬咧鬥志鮮明，實同你砌盡啊。我還記得咧，標誌銀行咧錯失打比咧已經係好痛心㗎啦。今場故劍重逢啊，再到咧挑戰呢個打比大賽啦，一定同你砌盡㗎，有半冷賠率都值得搏㗎。血統上面2000米咧掹掹緊啊，媽媽嗰邊咧稍有咧啲血統啦，嚟自小法寶嘅2000都冇問題嘅，要不過外祖父嗰邊先得咯。咁佢阿爺嗰邊咧，登囂咧都係一錘定音嗰邊㗎，都有長力嘅，所以我都唔擔心佢呢匹馬咧大步均速㗎，確保喺兜出去衝會好啲，喺裏邊窄位咧唔係咁舒服嘅，希望咧兜到出嚟衝咧佢會相當近㗎。1拖3嘅連贏位腳拖住6號嘅標誌宇宙啦，1拖5嘅3、4重彩腳拖翻5號嘅白鹿金剛啊，上場跑到一絕啊，布文走位極佳，雖然走咗不利地，末段咧亦都狂衝跑晒俾你睇㗎啦。佢跑第2啊，輸一個馬位，輸俾紫荊盛世，威脅唔到嘅。今次會除個配備㗎。除嗰個面箍嘅，過往有面箍贏馬，冇面箍入位嘅，我相信都得嘅。呢匹馬咧有短途嘅爆炸力，4歲仔正在進步之中啦，跑到1800都入 Q 嘅。布文同廖康銘今季合作咧18隻2冠1亞，1季成績係可以嘅，不過血統上面咧冇乜實質嘅支持啊。媽媽嗰邊咧最高贏到上1600米啦，不過有匹子子咧贏到221嘅，叫做還可以，副係就冇長力嘅。操練上面啦都一貫嘅操法啦，今次馬房特登除個面箍，希望增加新鮮感啊。不過好地地有少少轉配備嘅味道㗎。佢哋上場咧賽後計翻1日就復課，佢哋上場賽後計翻21日再出賽，3個禮拜跳3課。有2課係練馬師親試，1課係報文試㗎，有1課拍跳功夫，有游水，有踱步，有快跳功夫，有拍跳。3月19又有最後快試，頭段36個9，末段28秒半㗎，尾段24秒4，連氣跳足3段㗎。希望再幫到佢手啦，但係咧賠率會偏熱㗎啦，佢執住個靚檔都會近嘅，1拖5嘅3、4重彩配腳之選啦，另一匹配腳就13號嘅紫荊傳令啊，做完一大對長氣咧，卒之係落翻潘頓手上啊。之前咧公佈咧係麥道朗嘅，但係 book 唔到機票換上潘頓唯一聯絡嘅人咧就係尤達榮馬房，就想跑呢隻紫荊傳令嘅。呢匹馬咧其實外地賽績係極佳㗎，曾經喺一場咧1900米嘅賽事啦，英國雅士谷嘅賽事啊，跑第2嘅1993米㗎，鬥到一兵一卒就僅輸個短頭，賽績極佳㗎。今次會除翻個面箍啊，上場面箍係唔好嘅，今次咧淨係交叉鼻箍綁嚟，以往曾經係上過名㗎。喺403場次啦，又係同隻一身好彩打到一兵一卒㗎。早咗出頭先嘅，翻嚟咧灌注唔到，僅輸個短頭嘅啫。不過1600咧明顯嫌短㗎。潘頓同尤達榮今季合作唔錯㗎，3冠2亞，1季成績，贏啲粵港之區啊、顏色之王啊、江年魅力呢啲係唔錯嘅對手。4歲嘅北半
半球馬正在進步之中，呢匹雄性嘅馬匹仲未厭㗎，不過執住個12檔有少少困難啊！嗱，血統上面2000米實冇問題㗎，爸爸咧出自咧石信上冇㗎，同父系馬咧有啲一邪脫塵啊、皇仁歡星啊、勤得天下都係中長途嘅馬匹啦。媽媽嗰邊咧有個子字咧風雅之城啊，贏到上2000米㗎3級賽，血統極佳嘅，咁啊2000米實冇問題。爸爸出自咧嗰個阿爺咧係出自咧大震撼㗎，咁啊大震撼咧就跑草地嘅2000米係最好㗎啦。咁啊操練紀錄上面加強咗㗎，佢嚟上場賽後咧計翻31日再出賽，佢嚟上場賽後第2日已經係復課游水㗎啦。咁之前咧3月10號咧頭先睇個試集咧就灌注到底嘅，3月17號咧潘頓親試㗎，拍跳功夫啊，拍隻光輝歲月㗎，雖然一匹低班馬啦。跳3段，頭段27秒2，第二段26秒8，末段咧23秒1，快時間壓迫功夫。咁埋門咧都功夫好辣㗎啦。咁啊唯一擔心係12檔啦，要走喺出邊嘅外碟啦，縮埋一嚿咧喺後邊衝啦，均速轉後追啊，多數唔會衰㗎。咁啊上場咧就沿途走3碟，沿途不利啦，兼夾咧埋門咧又俾人撞啦，咁啊完全都冇跑過㗎。前仗咧係可以㗎，呢匹咧係不明物體嚟嘅，有權變身㗎，用阿潘頓加啲功力咧有權咧走得接近，呢匹馬有長力㗎，所以1拖5咧嘅3、4重彩配腳之選13號紫荊傳令係不明物體，有權一嘢殺晒㗎。我相信尤達榮主力嘅都係呢隻紫荊傳令㗎。同係馬咧，紫荊係咧一對咧出擊都唔會意外㗎，兩匹都有實力㗎。至於唔要嘅馬匹逐隻分析啦，1號嘅小鳥天堂，我講過好多次，呢匹馬冇長力啊，佢贏一場咧401場次咧係壓縮咗嗰個末段爆炸力啊，咁佢有末段嘅短途馬嘅能力啊嘛，但係睇翻啲血統啊，父母兩線都冇長力㗎，媽媽最長贏到上1500㗎咋，爸爸贏1600，雖然出自咧灌木叢啦，但係長途咧實力咧有待疑問啊，上場咧就又脱腳又兜出去外邊衝啦，完全都唔肯衝嘅。賽後檢驗並冇明顯異常之處。嗱，好明顯咧就係話呢匹馬咧一跑唔啱形勢咧可以大走樣啊。咁上場出閘已經失地㗎啦。咁兼夾咧喺閘上又煩躁不安啦。咁出閘慢咗，滯緩咗，咁翻嚟打到盡咧都唔肯衝㗎。咁末段時間23秒43啊，好普通㗎啫。大熱倒灶啊！賽後檢驗並冇明顯異常之處啊！呢匹送檢馬嚟㗎，何澤堯同丁冠豪咧不嬲都唔係最強殺手啊，靠隻小鳥天堂咧贏馬啫，2冠咁輸咗5隻嘅，前季都差地㗎，合作3隻，一隻亞軍普普通通㗎咋。咁小鳥天堂冇血統啦，咁嗰個賽績上面咧。喺要靠啲慢步速先會幫到手，今場未必有慢步速。佢勝在一樣嘢，佢賺分就係103分，比其他馬匹咧就個評分咧係有着數嘅。佢有短途嘅級數嘅能力，不過長途嘅實力咧夠唔夠睇咧成為疑問。10檔都要走2-3碟，確保兜出去衝㗎啦。要確保咧場地利衝咧，佢會有接近嘅追勢嘅。佢始終賺咗個評分啦。佢嚟上場賽後咧，計翻3日就復課。佢嚟上場賽後計翻21日再出賽，3個禮拜跳3課，埋門試翻個草閘。3月19號咧彈個草閘，頭段25秒8，末段咧22秒6，幾快㗎，拍住泰盛區，不過5班馬。咁今次咧會跌啲磅，去到1186磅，同佢贏馬嘅時候咧。今次咧係評分新低啊，嗰個磅數係新低啊，越跑越瘦啊，我呢樣有少少擔心啊，所以咧我邊線腳啦，你唔中意我正選嘅可以加入考慮啊，佢有級數，但係我唔中意佢越跑越瘦啊，匹馬咧個食慾唔係咁好啊，我估計。4號瑞盛人生呢匹有傷患馬匹啊，有喘鳴症啊，咁經過連續2場跑唔出水準咧，潘頓都放棄啦，我都放棄啦。4歲嘅巴西自購馬其實咧個質素唔會算太高㗎。今次換上田泰安同伍彭志今季合作咧都幾差，31隻得5隻批啫，未贏馬嘅。呢匹馬咧個疆口唔容易發揮啊，要靠啲咧佢順其自然啊。佢咧就受到約束咧，就跑得唔順咧，就冇嘢睇㗎啦。媽媽充滿長力嘅，贏到上2400，咁唔需要擔心長力。呢匹馬咧喺外地咧都跑到2400㗎，贏嘅亦都贏過上2000米亦都入個位㗎。臨地亦都係適中嘅。喺香港咧，佢跑場1600米咧都叫贏隻遙遙領先啊，同埋太陽勇士級數咧係有嘅。
不過咧，佢要跑得好順咯。咁上次483場次跑包尾，賽後檢驗咧就係又有喘鳴症啊，咁啊唔係咁好嘅。咁啊陣上咧嗰個灌注力都不足，最近咧狀態已經回落。谷早咗啊！咁啊上場賽後咧就試翻個閘啦，方閘帶個頭套俾佢喎，個閘咧都要輸俾呢匹咧智多多寶輸近5個馬位。如果呢匹高班馬嚟講咧就唔應該輸咁遠㗎。咁啊狀態平淡啲，我覺得唔係咁好㗎。咁啊距離咧匆匆再出㗎，距離上場賽後隔翻1日就復課，佢勝在分高啊嘛。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1日就復課㗎，隔翻21日再出賽啦，中間有課試翻個閘嘅。賽前咧已經一早已經易手俾田泰安嗱，3月19號田泰安親試頭段30個正末段20秒9啊，有得跑打比咧都算係咁啦。田泰安冷手執個熱煎堆啊，不過我就唔睇好呢匹馬啦，唔要，唔穩定嘅表現。7號美麗星辰玩完㗎啦，麥道朗唔要，潘頓都唔要啊。4歲嘅北半球馬表現咧冇預期中咁好啊。嗱，今季艾杜拿咧同告東尼合作23隻全部輸晒㗎，相當之差㗎。上季會好啲，10冠9亞7季成績。4歲嘅北半球馬進步似風咧唔係咁強啊。咁之前咧喺打晒矛波之下咧，僅咧又跑第3喺4歲1里啦，佢1里係稍為好啲㗎。之前咧都要輸俾白鹿金剛啊、一定超呢啲馬啦，只係贏隻英進飛區3班馬啫喎，唔係咁叻，冇預期咁好啊！血統上面啦，亦都未必有2000米嘅長力啊！爸爸出現雷霆夜㗎，媽媽就贏2100嘅，較為均速啲。嗱，陣上表現咧都係均速啊，咁啊唔係好有爆炸力。今次執埋11檔都難跑㗎。咁上場咧都打回原形啊，跑第7輸3個幾馬位，做啱晒所有嘢啦，翻嚟打落去直路咧唔肯追㗎。佢哋上場賽後咧隔翻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隔翻1日就復課，3個禮拜咧跳4課，全部都跳2段㗎。嗱，埋門冇咗游水啊，呢匹馬咧一早咧復翻課冇游水，最近咧先游翻4課，叫做還好啲。3月19號咧富利馬斯親試頭段30個2末段24秒2啊，咁啊健康情況咧都有少少擔心啊。潘頓唔要咧都有懷疑㗎啦，呢匹馬好早咧麥道朗未話唔跑之前咧都已經放手咧，我都放手啦，唔要啦。8號會當凌。今季大熟啊，已經取得6場嘅頭馬，一次嘅亞軍㗎啦，仲有一場咧係取消咗啊。其實今場咧已經係7個 win 㗎啦。咁4歲仔不斷咁進步啊。不過佢贏嘅時候咧，贏1400米㗎喎。以1600米以上都未跑過啊！咁啊，血統上面啦，未必有長力啊。父母兩線咧，最長跑到1400嘅啦。今次跑2000，難度極高啊！咁啊，今次咧個對手仲要極強啦，去到加到88分。過往2場只係贏嗰啲至尊高超啊、嘉應奇兵、閃光燈啲3班中堅分子咋。而家上到嚟呢班咧2班嘅好手咧，仲要長途咧，佢比較蝕底啊！佢有一段咧跟前嘅爆炸力嘅，不過短途咯。咁論能力咧，我覺得差唔多見盡㗎啦，450場次啦，冚嗰隻咧至尊高超係一個慢時間，1分21秒74，馬標準時咧0.29秒跑啱晒啦，做啱晒所有嘢，贏啲好弱嘅對手。今次嘅對手加強咗啊，咁啊佢哋上場賽後咧夾翻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夾翻3日就復課，大概3個禮拜只係跳2課，2課都係拍跳功夫，冇上從化㗎，冇做大細集，冇去登山跑道練氣喎。3月18號跳2段，頭段28秒7，末段24秒6啊，拍隻超和平啊！呢匹馬好明顯要練氣啦，今次增程600啊，點跑啊？8檔亦都唔理想，我睇淡啲啦，唔要啦。10號至尊貴寶。呢隻馬咧又係贏短途上嚟㗎，咁過往咧都未跑過2000米，最長跑1600，跑第3啊，咁上場咧跑第3咧都係輸俾嗰隻喜尊龍成條街㗎，輸2個馬位㗎，完全威脅唔到嘅。咁呢匹馬亦都個長力有疑問啦，父母兩線最長咧贏1400㗎，媽媽有一匹子啦，3勝1600至2000啦，比較難度高啲，媽媽出自傾名嘅，叫做還可以啦。咁巴道同羅富全今季合作咧普通啲喎，32隻得1冠1亞6季成績。2000米有疑問㗎，血統咧唔好有證明啊！上場打到邊都斷，緊贏嗰隻咧叫做包裝福星，咁啊永遠美麗比較水啲嘅馬，輸俾喜尊龍，今次咧對手強好多㗎啦。咁啊之前咧喺谷草啊百萬狀元啦係咁用啦，用咗幾多體力㗎？今季都跑咗咧第7次㗎啦，今次第8次，咁啊已經攞取得2冠2亞1季，已經相當之唔錯。上到嚟呢個分咧，咁啊難度極高啦，4檔都幫唔到手，唔係2000馬嚟嘅呢匹馬。佢嚟上場賽後咧隔翻
3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夾翻第二日已經游翻水。1個月裏邊咧，總共跳咗5課，全部都跳2段㗎。3月10號咧，巴道快試試個泥地啦，咁埋門咧個力度都唔係好足啊，俾隻紫荊全能咧彈甩㗎，輸個零馬位啊，表現平淡啲，咁似乎我覺得真係唔夠長力啊。3月19號巴頓親試單跳頭段29秒半啊，應該係馬房較次嘅馬匹嚟㗎，咁呢匹馬咧機會睇淡啲啦，4檔都幫唔到手啊，呢匹馬可能咧會跟住步速啦，壓住個位嘅啫。11號至尊高超潘頓冇馬騎都唔搶嚟騎啊！今次換上楊明倫啊，嗌少禮嗌到嗱，全部都唔要㗎啦。咁呢匹馬咧今季表現咧平淡啲，搏又搏咗㗎啦，兩季3負啊，未贏馬嘅，佢贏馬1役咧係贏1400米嘅，1600米以上都未跑過㗎。咁長力有疑問嘅，父母兩線都冇長力啊，正宗短途馬，媽媽最長贏到上1400。有個子次贏1600嘅啫，1800都未跑過嘅。談何容易啊！今季3度輸俾會當凌，會當凌都唔睇好，至尊計股更加唔睇好，好難變到身啊！蔡神仙都咁話㗎啦，佢哋上場賽後加翻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加翻1日就復課，3個禮拜跳4課，全部喺從化操練啦。4課裡面全部都跳2段嘅。3月19號喺從化最後試跑，頭段3個2，末段25秒9啊，難啊，唔要。12號。一定超啊！咁呢匹馬亦都搏咗，上場都搏命㗎，沿途走住個靚位啊，翻去打到盡咧唔好肯衝啊，個力度咧比較均速啲嘅呢匹馬。4歲仔仲有進步空間嘅，但係今次執個14檔難跑啊！睇翻啦，過往咧14檔咧有10% win，50% pay 咧，入 pay 率還可以嘅，咁但係咧呢匹馬咧嗰個灌注力咧唔係好夠啊，咁上場打開晒㗎啦都。只係咧贏隻美麗星辰㗎啦，喺226場次啦，魅力之耀3班都唔夠跑啊！佢跑1分34秒96，馬標時間0.26秒，佢賺咗慢步速鬥爆啫，爆贏對手，末段22秒83啊，全場第3快嘅末段時間嚟嘅，普通啦，加完分上去就唔夠跑，頂盡入位嘅咋，喺424場次都要輸俾咧話你知啊，同埋咧細水長流，贏隻風神幸運派彩就唔算勁啦，咁上到嚟咧啲4歲嘅賽事啦，跑第5有獎金名次已經難能可貴㗎啦。咁呢匹馬咧正在進步之中嘅，血統上面啦未有咁好嘅長力啊，父母兩線咧都1600米以下㗎，1800米上場跑入嚟咧獎金名次啦，2000米會再辛苦啲啊，唔係咁容易克服㗎。咁霍雲星啦都好後生啦，未係咧大賽騎師嚟嘅，佢哋上場賽後咧計翻21日再出賽3個禮拜，佢哋上場賽後計翻1日就復課，3個禮拜跳3課，全部跳2段，全部都拍跳功夫、壓迫功夫。3月17號拍隻魅力奔騰啊，霍雲星親試㗎，頭段27秒1，末段23秒6㗎，壓迫功夫有游水有踱步有拍跳功夫，但個磅咧再重得18磅啊，1154磅，同佢贏馬嘅時候相差20磅，肥仔咗啊！我覺得應該係大隻咗嘅，肌肉結實咗嘅，不過對手太強，而且外檔難跑，唔要啦。14號幸運派彩唔夠級數啊！呢匹馬曾經咧贏馬嘅時候咧係贏嗰隻咧叫做8000財星一匹4班馬，佢贏啲咧美麗星辰就唔算太叻啦，賺到盡緊贏個頭啊！所以贏完之後企咗喺度輸俾咧火焰閃爍一定超開心勇區型好威風標之宇宙細水長流紫荊盛世，佢完全唔夠跑㗎，4歲仔仲有進步空間嘅，入到嚟打比已經難能可貴㗎啦嗰個1800米咧跑過3次都唔上名，2000米更加未跑過。奧爾文係徐雨石最強殺手嚟嘅，5冠4亞5季嘅成績，但係跑到盡應該都唔夠跑啊！佢蝕分嚴重㗎，76分，蝕咧超過咧27分㗎。幸運派彩咧個血統咧都冇長力㗎，父母兩線咧頂籠咧去到1600米嘅啫。父母係咧有一匹咧贏到上2400嘅，叫做稍好啦，傾命嘅子字動物王國㗎媽媽嗰邊，跑泥地會好㗎。咁呢匹馬咧已經以盡所能啦，上場咧跑1800咧都係近嘅，輸3個名馬位，對嗰啲紫荊盛世白鹿金剛冇威脅㗎，同組都輸過啦，9檔都唔係咁容易跑啊！佢哋上場賽後計翻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計翻2日就復課，大概3個禮拜冇游水3個禮拜跳3課，全部都奧爾文親試㗎。咁埋門3月18號咧，奧爾文咧拍隻咧風神㗎，跳3段練氣頭段30個7，第二段咧27秒6，同埋末段25秒正㗎。呢匹馬咧就長期都冇游水嘅，咁呢樣嘢唔需要擔心啦，不嬲都唔游開水㗎
但係咧質素咧有限啊，喺斑馬咧唔夠跑啊，欠缺爆炸力，我睇淡啲啦。佢蝕分都蝕到死啊，蝕到喊啊！綜合我第7場4歲香港打比大賽，我首選嘅馬膽博冷門9號起尊龍啊，單 Q 搏一搏3號紫荊盛世，一拖3個 Q 腳拖翻2號嘅數字天文，同埋6號嘅標誌宇宙，一拖5嘅3、4重彩配腳，5號白鹿金剛同埋13號嘅紫荊傳靈啊。1號嘅小鳥天堂係邊線馬，如果唔中意個正選可以加入考慮，我睇淡啲嘅，佢要靠慢步速，今場冇慢步速係比較蝕底，不過佢賺分賺到好多分啊。另外4號嘅瑞盛人生上場氣管咧就有喘鳴症啊，咁啊呢匹馬睇淡啲噶。咁第4口孖 T 嘅尾關，第3班1800米嘅賽事第8場啊，出馬13匹嘅。咁賽前嘅話題咧，聚焦喺6號嘅榮進大道身上啊。咁啊，呢匹馬咧就叫糊㗎啦，上場失諸交臂咗。不過咧，我馬膽去首選用阿蔡嘅馬匹11號安可，呢個路程亦都攞到1次亞軍。安可1分46秒35，係全場第1快嘅完成時間，22秒89全場第3快嘅末段時間。另外評分對上一個 win 賺咗3分，對上一個 pay 賺咗13分，評分有着數。而且咧，巴道同蔡約翰今季合作40% pace 啊，入 pay 嘅上名率相當高啊。呢場馬有步速形勢㗎，我預計咧3號嘅奔放會放頭啦，4號有熒光，10號包裝戰士同埋2號嘅風象都會喺前面走嘅，咁形成一場正常嘅步速，有利咧11號嘅安可喺7檔守住個2碟兜出去衝咧，佢會相當近㗎。馬膽係首選嚟嘅。咁今季跑咗8次，有1次咧就係跑入第3㗎，就係咧季初嘅時候㗎。呢匹長途馬咧越跑越好啊！咁4-5-2場次上場輸俾君子傳承啊！君子傳承再出再贏㗎，呢場馬2000米馬㗎，咁佢跑2分01秒07啊，亦都係快過邊時間接近0.8秒，排咗13檔，僅輸4分3馬位已經相當好㗎啦。咁佢擊敗啲風神啊、金場嘅對手啦、星價啊呢啲馬都係唔差嘅。我哋睇睇上一場點跑啊，排住13檔點樣克服？今次排7檔啊，相當好跑㗎。而且咧，安可咧跑1800米亦都入過 Q 㗎。而家排住13檔14號仔啊，咁紅黃色彩衣㗎，咁留後㗎啦一組。前面方頭奔放啊，中間有啲優才啊，君子傳承，大外檔咧啲型好威風啊，中間咧就係有少少黃衫嗰隻咧。當年情啊，大外檔啊，紫荊拼搏啊，咁而家見到咧嗰隻咧安可啦，留守喺尾3位置啊，走2碟格，內欄一隻愛心神區，包尾咧火焰閃爍啊，尾二咧就係呢匹啦風神嚟㗎，前面方頭奔放都唔會放得慢㗎。第2號嘅型好威風啊，第3咧就係優才，第4係君子傳承啊，走3碟啊，極光之子啊。走4碟啊，極光之子3碟啊，當年情啊，裏面灰色馬仔堅有利啊，中間咧就係嗰匹升價嚟㗎，再後少少咧紫荊拼搏啊，走3碟啦，內欄愛心神區，尾4位置啊安可啊，尾3咧走3碟啊風神啊，尾2係青雲龍區，包尾火焰閃爍啊，頭馬到尾馬咧大概10個馬位到啦，放得幾快㗎，第2段24秒18啊，咁前面咧就係奔放啊狂放啊，好奔放咁放頭啊，第2位咧型好威風，第3位咧就優才啊，第4位咧就係極光之子啊，第5君子傳承啊賺晒啦，3碟當年情玩完㗎啦，中間咧就升價嗰匹咧堅有利啦，再後少少咧紫荊傳令啊，再後少少咧尾5位置啊就係呢匹安可啊，內欄愛心神區走3碟望空啊風神啊，內欄咧就青雲龍區，包尾嗰隻咧火焰閃爍啊，咁呢度咧安可咧留守喺較後位置啦，等內欄啊，走住不利地啊喺呢邊慳埋啦，不過咧喺裏邊捐嘅喎，前面方頭奔放啊，咁中間上嚟挑戰啊，優才唔係好勁咯，中間散咗嚟好威風上嚟挑戰啦，告東尼一對啊就係咧紫荊嗰隻君子傳承啊。咁中間上嚟黃色帽紅衫就係咧安可啦，咁衝上嚟外面一對風神同埋咧隻火焰閃爍，呢度安可射住個輕磅啦，頂住出面一對火焰閃爍咧同埋一隻風神㗎，咁呢度咧安可跑第3已經相當好啦，快過標準時間接近0.8㗎，贏馬君子傳承啊，第2位奔放啊，第3安可，第4咧就火焰閃爍，第5就係風神啊。安可跑出呢個成績，輸俾君子傳承4分3馬位，君子傳承再出再贏㗎，咁呢度安可咧已經有權保中咯喎。
呢次跑第3咧，證明嘅狀態已經翻咗嚟啦。呢隻馬有一段唔錯嘅爆炸力，呢一場跑23秒43，全場第3快嘅末段時間嚟㗎，追前甚多啊！咁呢匹馬咧，其實呢個1800米都跑過7次，有一次亞軍式上名嘅。咁啊長途氣量十足嘅，巴道咧跑長途亦都安心啦。執住個7檔相當好玩㗎，11次嘅合作有2次第3啊！上季巴道同蔡約翰兩冠3亞5季，咁呢匹馬咧血統咧都係咧中長途馬嚟㗎，咁啊父線咧嚟自美國血統啦，媽媽咧出自咧大長途馬嘅血統嚟㗎，咁呢隻馬咧就撻着咗啦，公開跑咗8次咯喎。狀態10級以上啊！賽前咧試過兩課閘都係麥文堅㗎，咁啊出賽咧就係你巴道跑喎，賣滿個試閘咧直情贏咗隻有心得，贏到冇得跑㗎，相當之輕鬆㗎。最近咧蔡約翰試閘好嘅馬咧都值得關注啊！啱啱即係爆得美麗咧，亦都咧順地贏馬㗎。咁距離上場賽後咧計翻31日再出賽，距離上場賽後計翻3日就復課，大概啦。1個月裏面咧跳咗2課個加油閘，2課快跳功夫啦，賣滿3月12號咧有最後快試，3月16有加油閘灌注到底㗎。咁啊或者從化做好晒嘢先落嚟跑嘅，咁嗰個閘商反應良好啦。5歲仔正在進步，62分而家評分新低，開始有回旋餘地啦。首選嘅馬膽不二之選11號安可，有賠率、有檔位形勢、有步速形勢，所有嘢個狀態亦都到位。好爭啊！呢隻馬咧應該先係大熱門所在啊！咁啊6倍都值得搏㗎啦！11號安可馬膽嘅首選，單 Q 搏一搏，我愛區啦！6號嘅榮進大道上場失諸交臂，不過搭嗰條安刀嗰條 Q 咧都相當舐嘴㗎。咁上場咧受走個慢步速翻嚟鬥爆，緊輸條頸嘅啫，1分34秒57，亦都爆個標準時間嘅。末段時間22秒06，全場第1快嘅末段時間，亦都係唔夠喉嘅，16米唔夠喉，1800米就啱咯。咁啊呢匹馬4歲仔正在進步之中，葉楚航都相當重視啊，有幾多實力用晒佢啦。周俊樂鬥志鮮明，周俊樂同葉楚航今個合作35隻，差少少1亞1季，不過搭隻榮進大道都係俾佢搏嘅。嗱血統上面1800冇問題啊。爸爸嚟自夏姆師長啊，贏到上2000啊，同父係馬咧好多咧都嚟長途好手嚟㗎，唔需要擔心。操練記錄上咧都正常嘅，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14日再出賽，距離上場賽後隔翻1日就復課㗎。2個禮拜跳2課，全部都跳2段㗎。賣滿3月19號，周俊樂親試頭段3個半，末段咧28秒2㗎，都係好快嘅時間嚟嘅。咁啊4歲仔正在進步，而家好鋭㗎，大熱門都冇辦法。呢匹馬係機會馬之一嚟嘅，佢同程咧都有實力㗎。佢前進咧輸2個零馬位，亂奔跑都輸2個零馬位咧，實力猶在嘅。呢條61。永進大道搭安可寮單 Q， 我搏一搏，1拖3嘅 Q 腳，拖翻4號嘅有型光嗌強中強之一嚟嘅，呢匹馬準成中見進步啊！上場跑2000米，輸俾咧君子傳承跑第4，跑嘅時間2分01秒10啊，亦都快過邊時間0.8秒嘅，都係快時間。佢同風塵同道㗎，個長途實力猶在嘅。今次用阿潘頓跑啊，加個面箍俾佢綁嚟嘅，仲可以進步啦。潘頓同廖康敏今季合作8冠3亞3季成績好交收嘅，佢哋嘅合作如魚得水啊！咁啊匹馬咧個血統咧都有長力㗎，爸爸嚟自 Uncle Mo 㗎，可以跑上1里啊20,800米嘅，唔需要擔心長力嘅。咁上場咧跑2000都跑第4啦，今次縮翻程咧都有縮程撐級數嘅能力啦。距離上場賽後計翻21日再出賽，距離上場賽後計翻1日就復課。3個禮拜咧跳2課，賣滿3月14號咧潘頓親試拍隻白路金剛高班馬，頭段27秒7，末段26秒3啊，末段咧23秒正啊，壓迫功夫啊，1069磅，正在進步之中。佢係他情實力馬嚟嘅，叫緊糊可以兼顧一票啊！1拖3嘅 Q 腳啦，另一匹配腳就8號嘅風神，我愛區嚟㗎。今次換翻咧鍾易禮會好啲㗎，呢匹馬唔需要大師傅㗎嚇，楊明倫都發揮到，鍾易禮都會發揮到嘅，減翻2磅啊！呢匹馬長途氣量十足㗎，今次重翻22磅。同佢上名嘅時候係一樣㗎，曾經1133磅亦都上過名㗎，大長途都冇問題，曾經贏過2200，所以2000米
1800米都唔需要擔心，呢個路程跑咗3次，有2次上名紀錄。咁啊，鍾易禮同徐雨石今季合作兩冠1亞1季成績係好嘅。咁上場嚴重塞車，買到36蚊大熱門，塞豬交備咗㗎。咁啊塞咗車嘅排住1檔，今次嘅9檔。咁呢匹後上馬檔位唔係太重要嘅啫，確保兜出去衝。佢有一段唔錯嘅中心準成嘅末段爆炸力嘅。咁操練紀錄上面啦，佢哋上場賽後9分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9分3日就復課。3個禮拜跳3課，全部都跳2段。全部咧都係快跳2段以上㗎，有2課係跳3段添㗎。咁啊拍隻幸運派彩㗎，幾睇好佢㗎喎。3月18號咧直情跳足3段練氣啊，頭段30個4，第二段27秒4、25秒4啊。雖然功夫又慢啲，但係咧嗰個操練都係足夠㗎。咁有游水、有踱步、有拍跳功夫啊。咁北金咧上場大熱門搏失咗啊！佢呢匹馬咧仍然有進步啊！今季好熟大勇啊，仲有個評分仲可以上升㗎。今季已經係3場頭馬啦，好鋭㗎！馬房打埋黃牌，別無他選，必攻㗎啦！一拖5嘅3、4重彩腳，拖翻1號嘅話你知啦，咁啊〜前仗嘅同程實力馬嚟㗎，424場次賺咗個快步速啦，翻嚟咧鬥爆22秒36，全場第一快咁段時間，僅輸俾細水長流啊！咁佢贏一定超喎，贏咗封神喎，都係今場呢啲幸運派彩啊、發財先鋒啊、榮進大道今場嘅對手絕對唔曳㗎，佢贏咗隻桃花開冇得跑喎，呢組咧係幾強㗎，佢跑1分48秒07啊，馬邊上0.57秒離外碟後衝啦，今次咧個檔位唔會太就，不過要靠後上場跌咗邊啦，完全冇跑過。當佢遊浮啦，今次咧回一回會再好少少，上場送檢㗎，咁但係咧上場咧跌邊啦，呢樣嘢去抹咗佢啦。今次排11檔，麥文堅咧跑中長途會好少少。麥文堅同方嘉柏今季合作咧1亞1季係馬房嘅冷殺手嚟㗎。咁呢匹馬咧都係叫糊嘅，咁狀態近乎理想嘅，近況就 OK 嘅。佢哋上場賽後9分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9分1日就復課。3個禮拜跳2課，全部都跳2段㗎。咁埋門3月17號咧又最後快試，頭段29秒6，第二段咧27秒半啊，同埋24秒3啊。操練係正常嘅，用埋佢啦，7歲仔冇保留㗎，用埋1-2季咧應該打柴啊，退役㗎啦。配腳之選啦，另一匹配腳就5號嘅發財先鋒，呢個路程咧幾好嘅喎，2冠1亞1季嘅成績係馬匹嘅老黃忠啊。咁近期嘅狀態 keep 到嘅，梁家俊係日拍嘅，梁家俊同羅富全今季合作8冠8亞7季成績都相當好㗎。血統唔使睇㗎啦，呢匹咧老牌嘅馬匹，今季咧都長期大勇嘅，跑咗9次，1個冠軍，4次第3嘅，上場都喺2000米跑第3啊，輸俾君子傳承火焰閃爍，亦都係快時間完成2分01秒07，亦都快邊時間0.9秒㗎，極佳㗎啦。起碼佢跑贏咧有熒光同埋豐神，今場都係今場嘅對手嘅啫。今次排發3檔，亦都好好跑啦。咁聽日羅富全都有手馬嘅，係叫糊馬之嚟㗎。但係咧贏嘅機會率咧比較低啲，要各方面條件足夠咧，佢先會有機會贏嘅。邊線腳啦係同程實力馬嚟嘅，1拖3嘅 Q 腳唔預佢啦，1拖5嘅3次重彩配腳之選啦。咁至於唔要嘅馬匹，逐隻分析啦。2號嘅風象跑過3次夾埋輸16個馬位，有前速不過冇後勁，暫時未適應到環境啊。今次會除個面箍啦，淨係綁嚟嘅，3歲10個月嘅啫，未成熟啦。布文同無偉傑今日合作2冠1亞，輸咗6隻嘅，叫做恰可啦。外地咧都跑到好長㗎啦，跑到2000米嘅嗱，血統係實得嘅。媽媽嗰邊咧跑到1900米都冇問題嘅，不過呢匹馬咧個進度唔係嚟得好好啊，暫時個進度唔好能力咧都唔算太高，正在減緊分適應下環境。佢哋上場賽後9分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9分3日就復課，3個禮拜跳3課，全部都跳2段嘅，冇拍跳功夫，冇大細集㗎。3月19號有最後快試，頭段30個3，末段25秒9，全部喺香港做嘅，暫時未有變數，一檔咧只係恰可嘅啫，唔算太有利啊！呢匹馬暫時咧觀望態度。3號奔放連續2場搏咗命啊，上場散晒啊，392、452搏到冚到一兵一卒㗎啦，484場次快放之下散晒，跑12輸7個幾馬位，賽後檢驗並冇明顯異常之處，狀態回落㗎啦，而家1170磅啊已經去到。咁同佢咧上名嘅時候咧足肥咗接近30磅啊，肥仔乜咗㗎啦，養肥咗啊！今次13檔都唔容易跑啊！蔡明少同告東尼今季合作3冠4亞4季嘅成績，最近蔡明少咧都比較差嘅成績啊！1800米跑咗5次，有1次第3，從未入 Q 嘅，唔係咁好咯。而且咧步速形勢佢唔算太有利啊，早段要用啲力殺埋嚟嘅，咁對佢嚟講咧係辛苦啲㗎。
操練記錄上面啦，佢哋上場賽後咧隔翻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第2已經游翻水嘅，健康情況理想嘅，有游水有踱步有快跳功夫，3個禮拜咧跳3課，全部都跳2段嘅。3月19號有最後快時頭29秒8，末段23秒8，平淡啲啦，我覺得太肥啦，要減下磅啊！佢1140零磅咧先係佢出擊磅數嚟㗎，唔要。7號火悟空喺4班超級，喺3班咧就唔夠跑，上場咧沿途外地翻嚟散晒嘅，咁之後咧麥文堅都唔要㗎啦。賽後檢驗咧並冇明顯異常之處啊！呢匹馬要跑形勢㗎，咁4歲仔仲有進步嘅，1800米過往未跑過嘅。贏係贏1600㗎，咁啊霍雲星同姚本輝今日合作10隻得1冠，2次第3普通啲啦。血統上面咧亦都未有1800嘅能力㗎，父母兩線咧都去到1600嘅啫。爸爸稍為好啲啦，叫做豪華房車，贏到咧灌木叢嗰啲咧係可以上嚟嘅。不過上場咧跑到一撇屎㗎，跑到12輸7個馬位。完全冇威脅㗎，賽後檢驗冇明顯異常之處，即係證明狀態理想之下咧能力不足啊，咁啊上到嚟3班咧唔夠跑啊，佢哋上場賽後咧隔翻28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隔翻2日就復課，大概4個禮拜跳咗5課，全部喺從化操練啊，但係拍啲低班馬，3月19號拍咗東方福寶喎，啲5班馬跳3段啊，頭段3個2，第2段咧28秒半同埋23秒3啊，咁啊有少少睇唔起佢嘅，咁佢今次咧就輕咗17磅啊，佢咧亦都咧去翻個贏馬嘅水平叫做好少少啦，今次可以再睇多啲嘅，但係咧佢只係喺4班咧贏隻機械之星啊、滿岳城啊、部族高手嗰組唔叻㗎，水嘅嘢嚟㗎，上嚟3班對手強好多啊！呢組咧我驚佢唔夠跑，暫時唔要啦。9號升價轉咗倉玩完㗎啦，咁之前呢個分都去到好高啊，而家逐漸減分落嚟啊！呢個路程跑咗2次，2次都唔上名嘅，咁以谷草咧會比較好啲，田草唔夠跑，從未上名㗎。楊明倫同蘇偉賢今日合作25隻，得1隻 win 就係靠隻勇闖高峰，勇闖係俾佢贏嘅啫，12檔難跑嘅，咁今季咧都上陣咗9次啦，贏過1次冠軍就贏咧谷草嘅賽事啦，咁最近3場咧都係表現唔好㗎啦。最近2場輸緊16個馬位，完全唔肯衝㗎，出閘一般，留喺內欄完全都冇追勢嘅。而家積極減分，希望落翻4班啦。操練記錄上面咧，佢哋上場賽後隔翻1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隔翻1日就復課。大概個半禮拜咧，竟然冇快跳啊！呢樣嘢好難變到身啊！1個月咧跑近第3次㗎啦，暫時咧我睇淡啲，唔要啦，好難變身啊！10號包裝戰士曾經有3次咧有近嘅追勢，稍為均速啲。4歲嘅北半球馬正在成熟進步啊！艾少禮同伍凡志今季合作3冠3亞，3季成績有30%嘅上名率啦。1800米跑過2次，2次都唔上名嘅，但係2次咧都有獎金名次㗎，跑第4同跑第6嘅，普普通通啦。喺外地咧血統咧 one start one win 就贏場1890幾米嘅。長力十足嘅，唔需要擔心，係北半球馬嚟嘅，正在進步之中。母系嗰邊咧有啲長力嘅，有啲咧可以贏到上2000同2400嘅。呢匹馬咧而家轉緊配備啦，除個頭套有個鼻箍同埋綁脷嘅。過往咧呢個配備咧要試嘅，試集上面咧嗰個配備咧就可以㗎。不過贏啲低班馬嗰個試集啦，就贏隻3代智醒同埋幸運加持就唔算太叻嘅。咁表現就還可以嘅，6檔都適中嘅，佢有均速能力嘅，係叫虎馬嗱。但係呢匹馬咧個較為均速啲，冇乜爆炸力㗎。佢哋上場賽後咧隔翻21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隔翻1日就復課，3個禮拜咧跳2課，全部都係跳2段㗎，慢功夫。3月13號有加油集啦，艾少禮親試。3月19號艾少禮單跳，頭段咧29秒4，末段26秒正，慢功夫啦。呢匹馬咧係機會馬之一嚟嘅，邊線腳啦 ，win 上都唔算太高啊。因為對手極強㗎，佢唔係咁容易突圍啊，稍為均速啲㗎。如果唔中意個正選咧，可以加入考慮嘅呢隻邊線馬咧配腳啦。而家9配咧稍為熱咗少少。12號劍飛星。今季出個賽6次啊，6次都去大敗嘅喎，近3次咧都輸緊咧，接近20個馬位，冇前速亦都冇後勁嘅，4歲嘅失敗自購馬不斷咁減緊分㗎啦，71分減到嚟61分，仲未揾到支持點啊！田泰安同告東尼今季合作3隻過，得一隻劍無情咧叫做入位啦，劍系嘅馬幫佢咧上名啦。血統咧嚟自秋陽㗎，充滿長力嘅。血統上面啊，喺外地都贏到上跑2000米㗎，外地都用得唔少㗎啦。
賽績咧唔算好硬淨嘅，跑咗7次一冠1次第3，上名率較低啊。咁喺愛爾蘭紐西蘭打比咧都係跑尾二㗎，質素比較低啲㗎，應該謀勤咧減分落4班啊！操練記錄上面，佢哋上場賽後9分14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第2日已經游翻水㗎啦。咁2個禮拜跳2課，全部都跳2段嘅。3月19號有最後快試，頭段3.63，末段25秒半㗎，未有大細閘住啊，未有接近走勢咧，暫時唔要啦，4檔都幫唔到手啊。13號紫荊拼搏，唔係咁長嘅馬嚟嘅喎，血統上面啦嗰個贏1004米嘅，入位都1004米，1006咧跑咗2次都唔上名，何況跑1008啦。班德禮同希斯今季合作7冠1亞3季成績普普通通啦，血統上面啊嚟自夏姆斯長嘅有長力，但媽媽嗰邊咧贏到上1004嘅喎，嚟自 Pins 喎，去到1008有疑問㗎。最近咧加個面箍俾佢，似乎效果唔係咁好啊，今次會除翻個面箍㗎。過往希4班咧贏1004米，贏隻勁沙塵啦，贏隻銀亮奔騰起專龍，贏個對手就勁㗎。不過咧加完分之後咧表現係失望啲喎，咁同埋有啲傷患記錄啊，曾經心律不正啊，同埋右前腿圓韌帶受傷啊。呢兩樣嘅個傷患咧都影響佢成就㗎啦，暫時咧60分咧唔係咁有優勢啊。對佢嚟講咧狀態咧保持啦，唔叫好強勁啊。落4班咧佢會優勢大啲，3班長途咧佢有啲辛苦㗎。咁操練記錄上面咧，佢哋上場賽後9分14日再出賽，佢哋上場賽後9分1日就復課，但係佢2個禮拜跳2課，咁埋門3月20號單條頭段咧27秒6㗎。咁佢而家咧1046磅啊，同佢贏馬時候咧重咗10磅到啦。過往嚟講咧係肥仔咗嘅，而家收翻身咧係好少少嘅。咁我覺得咧落4班縮翻程會好啲咯。1100米咧唔係咁有根據啊，我冇要佢啦。綜合我第4口馬 T 嘅尾關，第8場3班草地1100米嘅賽事，我首選嘅馬膽係11號安可，單 Q 搏6號榮進大道，一拖3嘅 Q 腳拖翻4號嘅有熒光同埋8號嘅風神啊，一拖5嘅3、4重彩腳拖翻1號嘅話你知同埋5號嘅發財先鋒，10號嘅包裝戰士唔中意我正選可以加入後備咧添補入去㗎，正選咧你唔中意嘅加隻10號包裝戰士都係理想嘅。3號奔放，7號嘅火悟空係賽後送幾馬，呢啲馬唔要啦。多謝大家收聽啦，希望幫大家贏錢啦。最後希望大家撳鐘仔 subscribe 我重錘灣賽馬公路頻道，俾 like 我條片，留言支持下我，另外 share 條片俾朋友仔睇，希望幫到大家贏條馬 T 或者第7場中啲4連環4重彩。希望祝大家好運，一齊欣賞呢場4歲大賽啊，相當精彩㗎！多謝晒，下期再會，祝大家好運，拜拜。